Hello，今日帶大家嚟到中山，呢度係我大本營中山嘅小欖。呢度咧被譽為係中國嘅男裝底褲之都。咁啊，一齊嚟睇下我哋經營緊嘅一啲新嘅產品啦。要頂得住市場壓力，就一定要不停升級轉型，用科技減省人手，提升效率。好似啱啱見到嘅自動化小機器，取代咗傳統幾個人先做到嘅工序。呢啲就係未來香港中小企最需要嘅方向。我哋同好多香港中小企一樣，尋找自己嘅路，升級轉型。呢啲就係我哋做嘅無痕內衣啦。科技升級之外，中小企仲要喺全球市場爭生意，成本、關稅、出貨速度，樣樣都要計得好準。行業要行得更遠，唔應該各自死撐。我希望將大家嘅需要帶去政府層面，一齊為香港品牌開路。